有一个70多岁查甫人，昨暗9点外，伫咧捷运西门站的时阵，含这旅客烧下了后，却雄雄举水果刀啊出来，甲对方恐吓。警方到现场，甲压伫涂骹，而且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毋是安尼生做，毋是头一届咯，这5年来已经有7届记录啊。老先生行出电梯，雨伞推行，甲旅客有去烧 A 烧客，雄雄停落来，官底下摕一支刀出来人。大家好啊，讲嘛。警方做伙甲包围，提棍啊戒备，趁机会甲刀啊抢落来。代志发生伫捷运西门站，这个姓林的老阿伯，初八暗时9点外去地下3楼坐捷运出电梯，甲旅客烧客着，就开始呛声，刀啊，搁摕出来人。反对啊，特别在捷运公司通报林姓老翁进站时啊，加派警力啊，掌握动态行踪，第一时间即在现场予以制止、压制、逮捕。71岁老阿伯远近无生分，早就是重点关心人物。107年甲即马不良记录有7届，拢是因为让位的问题、烧客的事件，甲人起冤家，就伫捷运站内当众人面人刀啊。应该蛮可怕，就是那个症结的那种。其实依法有规定，炸危险物品会当卖甲载，不过刀啊放伫挂包内底无现出来，嘛会当自由进出。目前有部分国家会伫地铁站加装安检门。较早就立委有提出，咱台湾是不是嘛爱比较办理？应该有吧，有金属或是什么的那种检查的门。可是很难想象进捷运都要过安检，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单一的个案，然后去做这么大的改变。目前台北捷运的维安有184个警力维护，面对常常惹代志的人，站务员会靠人人通报保全甲环境动态来跟踪。不过就惊无法度，大概拢有看到，所以民众坐车时阵也是爱提高警觉，注意边仔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